係放工時間。不過直到而家呢一帶嘅交通並冇出現塞車，而喺今朝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嘅交通呢，亦冇受到局部封路嘅影響。屯門公路朝早出九龍方向嘅交通相當暢順。運輸署話，咁係由於有唔少車輛早用屯門公路出市區，亦有部分分散咗行青山公路同吐露港公路，加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保持3線行車，因此今朝出九龍方向嘅交通並冇出現擠塞。其實屯門公路三聖墟至掃管笏段一條入屯門方向嘅行車線，前晚開始封閉路段長2.8公里，用嚟做新嘅中央分隔欄，令3線行車變為2線行車。而原本嘅分隔欄就改為出九龍方向嘅行車線。路政署經已喺呢條臨時行車線上鋪上瀝青同安裝路燈，相信後日就可以俾車行。同一日，路政署亦會正式封閉2個斜坡下面嘅一條行車線做擴闊路面工程。文婉儀啊，今日嘅交通咧係咪比運輸署估計嘅暢順呢？係啊，咁當初運輸署估計咧，喺掃管笏段3線轉2線行車嗰個樽頸位咧，應該會有輕微嘅交通擠塞㗎。咁咧，而車龍應該會嚟到小欖段呢度㗎。不過咧，今日就好彩就冇出現塞車，而市民嗰個車程咧，佢哋估計應該會增加20分鐘㗎。哦，唔該晒你。咁啊，吸收過前幾次屯門大塞車嘅經驗，今次當局咧特別用到向市民補貼船費嘅方法，等多啲人咧改為搭船，嚟到減輕屯門公路嘅擠塞情況㗎。一嚿50噸重嘅大石從山坡跌落嚟，砸死客貨車司機。屯門公路全線封閉，屯門公路全線封閉，所有車輛可行青山公路。鏟泥車推走舊石，連馬路面都刮起一條深坑。公路要封閉，唔單止切斷咗屯門來往市區嘅大動脈，令到70萬屯門居民要捱塞車，仲暴露咗屯門公路原嚟係危機重重。政府開始意識到公路兩邊山坡佈滿裂痕嘅大石，嚴重威脅屯門公路嘅行車安全。唔夠1個禮拜，屯門公路又因為護土牆發現新嘅裂痕而要封閉。呢一次要用15條鋼筋嚟固定移咗位嘅石頭同埋泥土。屯馬灣仔及屯灣直出碼頭2樓。又係1個禮拜之後，颱風肯特帶嚟嘅雨水，令到屯門公路5處斜坡有危險。政府又決定即時封路2個禮拜。每一日都係已經嘥成個幾個鐘頭，立即就引起強烈反應。跟住第2日，呂崇義承認講錯嘢，主動向市民道歉。我當時嘅意思係講即不幸嘅巧合，就唔係話推於天意咁解嘅。但我用詞不當，即係令到市民呢係覺得唔愉快。我係好衷心咁向大家道歉。我要投訴啊！屯門公路到而家仲有一條行車線要封閉維修，每逢有交通意外就會見到呢啲場面。